在用着我这边，用电用这等中国那边，你能等不见边，对不起你，我做我去给讲不见怕恼说，咱真大吉，可是别想，啥干什么了？这需要等我去中国中国草嘛，你妈这个厕所中的不会搞懂草嘛？老三万弄了，可是别想拿草没吧？三度他的一句等着比，毛东西个差不，看上个人不？还有这我这边的杨这个，中国那边也能多么几笔，哪怕聪明，老穷穷了，可是穷就是拿得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中国那边可是一个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